在地消息，咱要来看新北市天狗咧本土群聚的感染，搁再扩大。即马疾管署是来公布，搁加2个新的个案，目前已经有6个病例，拢总是天狗咧病毒的第2型，也就是重症甲致死率是比第1型要搁较悬。所以疾管署提示讲，其实即马真侪人已经开始出现走白甲吐的症头，所以大家千万得爱有警觉。也那卫生局也来宣布讲，三界标到天山公园步道是要封山1个月，民众若准走入去，相当会罚30万。卫生所的人员透早就伫新店新合理活动中心设置体检站，有不少居民专工请假来做抽血检查，都惊去为着天狗热，家己唔知影。他有贴那个公告，然后就是通知我们来做筛检。你只要通知，担心就过来啊，这样大家都好。新北市天狗热群聚感染持续扩大，疾管署24公布，阁新增加2例天狗热的本土病例，一个住伫新店，一个住伫中和。经过药调发现讲，这2个个案要伫监护期，嘛拢有去过三界庙甲天山公园。甲进前公布群聚的个案是属于同一个群聚的事件，累计已经有6个病例。检查结果拢是去为着第2型天狗热的病毒，甲一般典型的症状无共款，重症甲致死率嘛比第1型的要较悬。如果说是在新店中和这边的民众，如果在发烧、头痛的症状以外，还有出现腹泻跟这个呕吐的话，不要误以为说一定是肠胃炎哈，希望能够就诊，然后告知医师你的一些活动史。疾管署强调讲，新北市中和的新南里、甲附近的景南里，还有新店的新河里，这3个里会列作是高风险区，设立社区的体检站，警戒时间到10月底为止。为了阻挡疫情扩大，新北卫生局嘛宣布讲，三界标到天山公园的步道会封起来1个月。伫出入口的所在，嘛会有封锁线甲采管制牌，嘛会加派骹手巡逻。民众若是偷走入去，依法上当会当罚30万的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